继续来看台中市，去年伫个6都是排第2产，为着要来提升市民的健康力，市府来推动超重的挑战，由这个副市长郑兆新正式来启动，这个奖金高达120万，要来打造更加健康幸福的城市。 为了打造健康台中，市府推出2025年台中青年计划，终结超重挑战。就连副市长郑兆新嘛亲身来参与。目标希望能够呢减到100公斤以下哈。那么3个月的时间，最重要的是呢，呼吁能够让所有的市民家人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减重活动。现场嘛邀请104岁羽毛球阿公林友博来分享健康的秘诀，以强调保持运动甲好心情。 就是长退休的关键。我感觉到对我们的健康身体，对我们的后代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谢谢各位今天热情的来参与。活动为今仔日开始，若是户籍伫咧台中满18岁，而且 BMI 超过24，就会当报名；若是减肥成功，就会当抽奖，也是有奖金。鼓励民众为着家己的健康，赶紧做回来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